大家好，我係數字合意 Jack。之前嘅視頻精簡分享過點樣用銅錢同埋測字起卦，好多人以為淨係睇本卦同埋變卦去分析，其實最重要係睇變爻同埋點樣去 take action。今次我再重點講下變爻點睇。以下呢個係琴日一位女士問我嘅真實例子，佢用進字起卦測今年姻緣點睇。測字起卦嘅規則同原理，左為陽，右為陰，先為上，後為下，即係先入為主嘅概念。先寫嘅部分代表外在表象開始，後寫嘅部分代表內在結果後續。上下卦除8，爻數除6，睇餘數對表查卦。進字係左右結構，查康熙字典繁體筆畫，左邊部分馬字10畫，10除8剩返2，對卦做上卦。右邊呢部分係7畫，7除唔到8，咁即係7，睇表係艮卦，做下卦。總筆畫17畫，17除6剩返5，五爻動。本卦上對下艮，澤山坎卦。五爻動，五爻動即係由下往上數第5爻。五爻係上卦，位置喺對卦嘅中間嗰條爻。呢條爻由陽變陰，即係上卦本來陰陽陽變咗陰陰陽。上卦變完之後係震卦，上震下艮，查表睇到係雷山小過卦，呢個就係變卦。卦象解讀：咸卦五爻動變小過，本卦係咸卦，咁唔使喊。呢個喺易經係好正嘅姻緣卦，卦辭咸亨利貞取女吉。如果唔明文言文，可以用 AI 去查解釋。咸卦係易經最正嘅愛情卦，今年姻緣運本身係好嘅，自然吸引，唔使夾硬嚟。最緊要睇第5爻嘅爻辭：咸其眉，無悔。眉係代表背脊，即係話感應到背脊深度連結，冇後悔。變卦雷山小過，重點喺呢度。卦辭：小過亨利貞，可小事不可大事。小過即係少少過咗火，但係亨通，不過只適合做小事，唔適合做大事。咁對你姻緣嘅解讀係正面嘅，今年遇到嘅人會同你有深度連結，係好事嚟嘅。不過小過卦提示你有可能太心急、太主動、太理想化，反而嚇親人。建議係細水長流，唔好一次過俾晒全部感情。啱啱開始嗰陣可小事，即係食飯傾偈行街就得，唔好太快講結婚咁長遠嘅嘢。綜合判斷今年有冇姻緣？有，咸卦本身就係答案。咁係幾時呢？五爻動時間代表年中至到年尾。小過卦主要代表風險可能太急、太理想化。正確做法慢慢嚟，可小事不可大事。一句總結：咸卦五爻變小過，機會到，但要控制節奏。即係今年真係會遇到一個同你有深度連結嘅人，但係你要忍住，唔好衝得太快，唔好一次過見面就諗到白頭到老。行動建議：一、順其自然，唔好刻意追；二、控制節奏，頭3個月專注小事，約會傾偈；三、唔好太過理想化，關係係相處出嚟嘅，唔係想象出嚟；四、年中後機會最強，留意5至10月。再總結一句：今年有運行，但要慢慢嚟，唔好急，急就輸。跟住講返最多人用嘅銅錢起卦，唔使諗個字出嚟，直接掟銀仔。注意可能唔止一條爻變，你可以用5毫子硬幣，字同埋背兩面代表陰陽，一共有4種組合，好似呢張圖咁。注意如果3個都係字，或者全部都係背嘅時候，稍後要變爻。而家先掟6次銀仔，第一次係初爻，最後一次係上爻，然後記錄喺紙上高。爻數分6、7、8、9，呢個係來自陰陽老少嘅數學對應。易經係一套好複雜嘅系統，如果一開始講得好深入，大家可能會冇興趣。所以簡單講，6同9係極陰極陽嘅數，極盛將變。我哋初步暫時唔使理得咁深入。講返頭先掟嗰6次銀仔，注意第一次係初爻，寫喺最低下邊；最後一次上爻，寫喺最高上面。4、5、6爻係上卦，1、2、3爻就係下卦，排列如下。然後睇返64卦象表，上巽下坤，
找出本卦就係官卦。注意，如果有爻係老陰或者老陽嘅話，例如全部都係字就叫老陰，要轉成陽爻；全背老陽嘅話就要轉陰爻。少陽同少陰唔使變，變爻後找出變卦，變完出嚟上順下真。查表睇到係益卦。睇返呢個例子，問題係今個月生意能否突破？本卦係官卦，意味喺決策前必須洞察清楚，不宜急進，即係話本月生意難以突破。變卦係益卦，表示自選者必自益，助人即助己。變爻喺第一爻，意思可能要從基層或者成本方面做改進，但係唔係減價促銷。試下做啲廣告推廣或者優惠服務等，下個月生意就會有突破。依家 AI 咁方便，占卦後可以查卦辭內容同埋解釋。例如乾卦係64卦排第一，六爻全部都係陽爻，代表天龍，亦都象徵係最強嘅氣勢同能力。六個爻完整講出一條龍由潛伏出頭去到巔峰，再到盛極而衰嘅經歷，簡直就係我哋人生嘅寫照。第一爻潛龍勿用，時機未到就要收埋自己，靜靜地累積實力，千祈唔好亂衝亂撞。好似有啲後生仔幾有本事，但個行業仲未發展成熟，急住落手創業，多數都會撞板。第二爻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，時機開始出現就可以出手展示才華，主動交結前輩或者有地位嘅人。第三爻要日日勤力做嘢，時刻保持警覺，先至唔會惹上麻煩。第四爻進退都得，重點係要識得睇時勢。第五爻飛龍在天，就係人生最風光，站喺頂點嘅階段。但去到第六爻亢龍有悔，一旦太過高調，站得太高，遲早會跌翻落嚟。好多商界猛人、公司高層最後失敗，就係忽略呢個道理。而乾卦最後提到見群龍無首，吉。真正有實力嘅人唔會成日爭做主角搶風頭，適當收斂鋒芒，先可以走得更長遠。跟住講位，每個卦共有6個位置，單數係屬陽，雙數係屬陰。陽爻放喺陽位，陰爻放喺陰位，就叫做當位，係大吉之象。一旦擺錯位置，好大機會會出錯。講淺白啲，就係人要坐返喺適合自己嘅崗位，能力唔夠卻身居高位，遲早頂唔順。滿身才華卻被壓喺低位，自己都唔會開心。人同崗位唔匹配，就係煩惱嘅源頭。再講時，已經不斷提醒我哋，該停就停，該做就做，一定要睇準時機先至行動。同一件事揀唔同時間去做，結果可能相差10萬8千里。變爻就係睇到你依家嘅處境位置。如果驚唔記得，可以先 cap 低呢張圖。易經唔係一本算命書，但後來又發展成為一套哲學系統，核心係講變化、陰陽同埋世界點樣喺對立同埋平衡之間運作。所以佢真正吸引人嘅地方唔係神準，而係佢提供咗一種思考框架。當環境不停變，我哋點樣判斷、點樣調整、點樣做決定？其實易經從來都唔係教你點樣發橫財、一步登天，最緊要係教識大家點樣避開會拖累自己嘅嚴重失誤。呢一套道理，就算擺喺而家嘅社會，一樣非常實用。首先講易經3大核心概念：變、位同埋時。易呢個字有3種解釋：第一，世間所有嘢永遠都會轉變；第二，就算環境點變，背後都有恆久不變嘅規則；第三，表面世事再複雜，內裏根本嘅道理其實都係宇宙規律。乜嘢係卦呢？卦係符號系統，由長線陽爻同埋短線陰爻組成，3條爻就係一個卦，共有8個卦，用嚟類比宇宙萬物。8卦分別係乾、坤、雷、巽、坎、離、艮、兌。64卦係由呢8個卦兩兩相搭而成，每卦有6條爻，代表事情發展嘅6個階段。好似遵卦代表萬物啱啱萌芽，卦辭勸大家千祈唔好急住擴張，先將根基打穩陣先。而家好多創業人士一揾到第一桶金，即刻大肆請人，急速擴充業務，完全唔理自己腳步未穩，最後大多數都係不了了之。大家經常聽到否極泰來，好多人以為淨係捱完最艱難嘅日子，好日子就會自動送上門。其實呢個諗法係錯嘅。泰卦代表一切順利，事事暢通。
否卦就代表處處碰壁，陷入困局。兩個卦互相轉化，就算而家風生水起，都要時刻提防逆風來臨。所謂傾否，意思係主動打破困局，唔可以被動死捱，難關唔會自動消失，一定要自己出手改變，先至有轉機。坤卦同乾卦互相對應，代表大地同柔順包容，核心精神就係厚德載物。第一爻伏霜，堅冰至，見到地上有薄霜，就要預料到寒冬即將來臨，學會從細微跡象預測風險。最後一爻龍戰在野，提醒大家千祈唔好正面硬碰，死鬥到底。與其兩敗俱傷，不如低調累積實力。好多成功人士都有一段默默耕耘、沉澱自己嘅坤卦階段。64卦當中，淨係得牽卦6個爻全部都係吉兆。呢個卦好似宏偉嘅大山收埋喺地底，有實力，但從唔會炫耀，做人低調謙虛，唔會結怨，亦都唔會俾其他人視為威脅。無論係職場相處，還是出外打拼，謙卦永遠係最穩陣嘅生存技巧。甲卦專門講改革同埋轉變，重點係想推行改革，一定要等到時機成熟，大眾真心認同先好正式行動。好似一間公司想更換制度，如果員工唔接受就強行執行，只會引發反彈。真正嘅轉變要有清晰目標，絕對唔可以胡亂求變。坎卦代表險境同各種困難，遇到逆境唔好逃避，亦都唔好輕舉妄動。當四面受敵，陷入人生低谷嘅時候，首先要往基本盤，從細微之處揾突破口，保存實力，靜待轉機。呢一套思維應對危機非常實用。剝卦講緊局勢持續走下坡，自身實力慢慢被消耗，呢個時候一定要記住碩果不食，守住自己最後嘅本錢同底線。呢份底氣就係日後東山再起嘅根基。剝卦之後就係復卦，代表黑暗過去，曙光重現。只要唔好輕言放棄，捱過難關，一定會有反轉嘅一日。另外再介紹多幾個實用嘅卦象。胥卦，需要嘅需，教我哋等待唔係偷懶，而係趁機累積能力同資源，同時要揀啱位置，唔好太貼近危險。展卦講當前路受阻時，唔好硬闖，揀條阻力較細嘅路行走，仲要主動揾同伴一齊合作。中孚卦講究內心真誠，真心待人，遲早會贏得身邊人嘅信任。井卦提醒大家一定要建立屬於自己嘅核心價值，有能力之餘，仲要重視執行力，唔好空有一身本領，最後卻做唔出實際成果。最後兩個卦，既濟卦代表事情圓滿完成，未濟卦就代表一切尚未結束。就算成功做好一件大事，都唔可以鬆懈。因為每一個終點都會有另一個新起點，而易經推崇嘅理想做人態度就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做人既要積極上進，亦都要寬厚包容，剛柔並重，先至係真正嘅強者。用科學角度嚟睇，點解易經會覺得好似好準咁？一個可能嘅原因係人腦天生就擅長揾模式。當你喺個模糊情況下睇到一段好抽象但又好有彈性嘅資訊，你會自然將自己依家面對緊嘅問題代入落去。換句話講，易經好多時唔係直接俾答案，而係幫你整理思路。呢種效果好可能同心理學講嘅投射、確認偏誤同埋喺壓力下尋找意義有關。學術研究亦指出，現代對占卜感到有效，往往同認知同埋心理機制有關。咁 AI 可唔可以取代易經呢？將來唔敢講，而家仲未可以，因為一個係幫你算得快，一個係幫你諗得深。而喺一個變化越嚟越快嘅世界，有時候我哋需要嘅唔係答案，而係理解同埋變化嘅能力。時代不斷改變，但人性同世界萬物嘅規律從來都冇改變過。易經唔係咩算命把戲，而係一套教我哋睇清楚自己身處嘅位置，把握每一個時機對應變化嘅思維方式。成日有人問電話號碼可唔可以用易經去批算呢？我試過將電話號碼分兩組去算上下卦同埋爻數，亦都試過兩個數字一組去算，先天為本，後天為用。我當然連後天八卦都試埋。我仲有超過10萬個研究個案 support， 所以我一定算得比你多。喺網上就不便評論啦，我用個譬喻嚟總結啦。你去問路，易經係俾你地圖同埋指南針；電話號碼轉運，好似換咗對新鞋，幫你走得更加便順啲。兩者做事唔一樣，可以共存，但唔能夠互相取代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傾，拜拜。